根据刚刚的构思，第一段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，我们就直接点题。夯上夯下，唔懂咪农散下。我们要写的就是美浓这个客庄。那为什么是美浓呢？因为我去过两只比南部6对改客家庄散白，我去过3次。大白都本爱留下美好嘅回忆，而且每次都让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第一段达到点题，并且简单介绍为什么选美浓。接下来按照构思决定的有2段，我们可以写客庄的所见所闻，也就是这个客庄的特色，还有值得介绍的景点等等。第2段，在这个客家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看的、好逛的，就相當美濃，你就會相當有主張。所以文章可以這麼寫：去到美濃行業民俗文化村，規間個都係主張，台語、世語都有，當個唔係話，步步高興嘅做個。冇就是八塊富貴嘅苗蛋，这是介绍美浓的特色油纸伞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愛地現充加 DIY 芭蕾日記溝通化嘅主張，帶轉來做紀念，所以還帶了自己做的紀念品回家。再加上客語中油紙傘本身的諧音，冉冉改之炸兒，代表冉冉慢慢，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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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代表豆子豆順，这些都让去游玩的人印象深刻，真嘅很有意思呢。第3段内容进一步体验这个客家庄的风土人情，好玩的、好吃的。在美浓还有穿客家早期服装拍照的体验活动，所以我们文章可以这么写：理发书下改蓝衫店，愛作起日式傳統嘅台慶衫，常常自家就係作等藍衫。第天讀10天受酬，冇就係啲好把孫西山府嘅客家服務。去玩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，所以讀食要類，來日本照板條、炒水蓮、特別嘅美食，歡迎食類和梅青木油。这一段在樸實的介紹中，也用了客語的句型，求係、冇求係，還有客語的特徵詞，10天受酬、青木。这样的描述就非常有客家嘅美食。最後一段提醒大家，總結之後一定要記得回扣主題。所以我們先總結美濃的特色有：染料水天、網貼谷、藍衫紙紮、釀成節、香地美濃狀態、欣賞醬嘅天然景緻、老人文風情。而回扣主題就是必須再強調一次，基美濃係愛情好了解客家莊。希望大家能不要害怕寫作，利用今天老師教的寫作步驟，一步一步完成長篇的客語作文。客家就係生法，生法就係客家，一下就可以用筆來記錄你嘅生法。